吳珊如育兒神隊友公開，來華山體驗理膚寶水修護奇蹟。記者劉文君台北報道，來自法國的保養品牌理膚寶水 La Roche-Posay 迎來創立50週年。近日選在華山打造出50週年修復 Skin Lab 快閃店，今14日開幕則邀請女星吳珊如 Sandy、瑞馬直丹連袂出席，一同分享品牌明星商品 B5 修復霜的使用心得。首次與好友同台的吳珊如也興奮表示 ，B5 修復霜的年紀，剛好見證了自己和的瑞馬直丹10多年來的深厚友誼。而身為二寶媽的她也同時透露 ，B5 修復霜已是育兒必備好物。吳珊如今提起 B5 修復霜，認為相當有感，除了日常蚊蟲叮咬或皮膚又有狀況就會趕快擦。家中育有2位小朋友的她也分享每個房間都擺一條修復霜，完全是育兒必備。她表示因為女兒喜歡用臉頰上床，還一度摩擦到流血，使用 B5 復霜擦個2天就好了。就連兒子還會自己從櫃子拿出藥膏說，媽媽擦藥藥。瑞馬直丹則分享自己日前十字韌帶開刀，因此身上多了很多疤痕。他同樣也出動 B5 修復霜，並大讚疤淡化很快。受到吳珊如瑞馬直丹大大青睞的 B5 加號全面修復霜，熱門程度幾乎可以說是人手一條。這款最初作為傷口修復輔助產品的萬用霜，富含高濃度5%維生素原 B5 與積雪草金萃取，能快速修復肌膚，提升傷口愈合品質，並舒緩乾癢、泛紅等不適，減少暗沉與疤痕。品牌更從嬰幼兒常見的肌膚問題延伸至成人敏感痘疤，乃至醫美術後、癌症術後等特殊護理需求，證實其能有效修復16種肌膚問題，成為全齡適用的肌膚萬用霜。2022年，理膚寶水更推出升級版，加入複合益生精髓，強化肌膚微生態平衡與屏障防禦力。為了讓消費者能親身體驗 B5 加號全面修復霜的魅力，理膚寶水斥資近1000萬打造在華山文創中 4B 倉庫打造50週年修復 Skin Lab 快閃店，首度結合擴增實境科技，透過視覺、聽覺、觸覺等多感官體驗，帶領消費者進入沉浸式探索體驗。現場不僅有品牌故事影片、奇蹟溫泉水走廊、肌膚微生態科技專區，更設有0到100歲 B5 專區，透過濾鏡、換裝拍貼機、眼鏡等互動裝置，以互動方式呈現。B5 加號全面修復霜的修復力，理膚寶水50週年修復 Skin Lab 快閃店將於2025年4月14日至4月20日展開。